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非常高兴在每周六的晚上同一时间6点半到7点半，我们能够一起用敬畏神的心，我们一起来敬拜神。神在我们生命里面，他为我们预备是丰盛的恩典，因为耶稣基督救恩的计划，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再一次胜过这世界。基督徒谈到胜过这世界，是一个生命最好的得胜的生命。愿神帮助我们一起用诗歌，在耶稣基督里面来彰显神的荣耀。我愿全心荣耀耶稣，放弃依靠我自己的骄傲。你的祝福无法测度，靠你能力，我能胜过世界。而我不再看我所有成就，如同手中珍宝，一切奖赏都不能够与你的恩典相比。耶稣基督，主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是你我主。我愿全心荣耀耶稣，因你恩典是我的新生命。你的怜悯触摸我心，你慈爱为我的软弱效力。而我这一生别无所求，只愿更认识你。所有成就都不能够与我的主恩典相比。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耶稣基督，主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是你我主。主啊，我们向你呼求，愿主你的灵充满在我们生命里面，因为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荣耀的神，荣耀的生命。主啊，我们向主你求，愿主你的生命不断的喂养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盼望的生命。谢谢主。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耶稣基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源头，我的源头，我的盼望
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以及盼望的来源。主啊，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也要时刻向主你求，愿主你掌管我们的生命。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祷告，阿们。今天我们一起来奉献，在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用行动，就是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金钱，用我们的生命的所奉献的回应神。我们相信神在我们生命里面要彰显他奇妙的荣耀。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同心来做奉献的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愿主你使用我们的生命，感谢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回到主你的面前，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重新得着生命的长进跟智慧。主啊，谢谢你在我们生命里面有许多的软弱，但我们愿意用我们所奉献的金钱跟生命来回应主你所赏赐的祝福。谢谢你，也让我们在这世上不仅能够过得胜的生活，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为主你做奇妙的见证，让你的福音能够传递到需要的人身上，让得救的灵魂在你的教会能够兴起来，兴起神你的荣耀。主啊，谢谢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彰显你的荣耀当中，能够见证我们是属神的儿女。谢谢主，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神，也将我们所奉献的金钱，能够作为你教会兴旺国度福音的禾场上，作为事工的用途，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叫做与自己的心灵相遇的生命。那在我们生命里面呢，圣经里面提到有关人与上帝之间的互动的关系之外，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都在过着如何跟人有好的关系，但是这个关系也包含着不单单只是认识，还包含着我们如何向这个人做行善的动作。所以不管是有没有信仰，其实我们都知道很多信仰的宗旨都说什么？都是劝人为善哈。但是呢，基督徒其实圣经里面也教导到一个什么叫做生命如何做撒种的工作。我们在附上爱心、善良的心、和善的心，其实在那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奥秘的功课。在加拉太书第6章第7节到第9节这样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可见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只要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每一个信徒，每一个做上帝的儿女，当我们做行善的工作，应当不是求眼前的回报，而是我们应当要求的是未来在上帝面前的奖赏。帮我声音有一点回缩，帮我再小声一点。当我们的生命如果要活得更高级啦，这个我们骑机车做什么事情用的东西是越来越高级，但是我觉得生命有些时候我们也要求高级层面，就是说生命的品质。生命的生活的素养，包含我们的生命要如何活出高级的生命，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智慧。所以呢，在我们孕育的时间，其实会随着我们生命希望让它更高级，这个时间是拉得更长。所以呢，如果今天按照我们今天的圣经节加拉太书6章7到9节里面说的，如果当我们顺着圣灵所撒的种，比顺着肉体所撒的种，其实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收成。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牧师也要鼓励各位，我不晓得你如何在经营你的生命，你如何在塑造培养你的生命，能够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我们行善不可丧志，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的那一种积极的态度。所以如果我们时常生活在靠着情欲，靠着我们生活自己的喜爱，那么就像圣经里面所讲的，顺着情欲所撒种的，必怎么样？从情欲里面收败坏。
但是如果我们顺着圣灵撒的种，意思就是说让圣灵来带领我们的生命，那么我们的生命就会收取了永生的生命。基督徒，我们一直在谈一个重要的问题，叫做传福音。当我们的生命越来越丰盛、得胜、富裕，甚至充足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要如何带出有果效的生命，就是传福音。所以，如果我们要传福音，就是要帮助人带入这个信仰。我们要将人带入信仰，甚至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的生命是需要经历的，甚至要经历上帝的同在，甚至我们要让我们的生命知道说，经历上帝给人生命的奥秘嘛。所以，我们如果好好认真想，你会发现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个功课。当我们的生命有了信仰，我们的生命还必须要去经历神，而且经历上帝的同在。什么叫经历上帝的同在？也就是说，基督徒时常会说：“上帝与你同在。”阿们。你会说：“对，阿们，我知道上帝与我同在。”可是你有没有体会到这个信仰背后的那个生命的奥秘啊？这个是我们想要追求的。所以我们要传福音，一定要去探讨，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有没有感受到那个生命的奥秘感？这个是蛮奇特的一个经验。所以我们要如何来经历到这个生命奥秘的智慧、奥秘的经历？我们要先了解到，我们要去传福音，就好像是一个领导者，对不对？我们要去跟人家讲说，这个东西好不好吃？我们就像一个带领者一样。那么，其实我们要做一个领导者，不是要让人看到说，哇，你很厉害，你这个地方你是专业的，你是这个 No.1 的。我觉得不单单只是如此。而是做一个领导者，一定要学习做一个服务，而且不是单纯靠你的特权。所以，就像牧师从刚开始做牧师，就好像无形当中就赋予一个牧者的权柄，你就在教会就好像担任一个领导者。很多时候，长老执事都会来问你，牧师啊，我们的教会要如何来走？我们的这个策略事工要怎么来改变？其实，当我们在领导人的时候，牧者在领导人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就在想：我的生命要怎么样成为这一群信徒的榜样？所以，不单单是要使用上帝所给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去服务人。重点是我们一起来念下面这一句话来，能够领导自己，才能领导别人。什么意思？假如你要去带领一个人，你必须要先能够领导你自己，也就是自我管控的能力啦。譬如说，如果我在教导我的孩子说，你们不要随便发脾气，那么我做父亲的就要怎么样？就不能随便发脾气嘛，对不对？如果我随便发脾气，从我的孩子身上我就看得出来，他们是跟谁学的？跟爸爸学的，这样懂了吗？所以很多时候，如果你要领导别人，你要带领别人，你必须要看清楚你自己生命的问题，你要去领导你自己的生命。所以，首先我们人一定要先能够静下心来，你要能够带领你自己，你才有办法去带领别人。所以今天牧师要带大家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在提摩太后书第2章19节到21节说，我们一起来念好，来，不要然而上帝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可见，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也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里面提到，上帝坚固的根基立住了。这个什么意思？上帝坚固的根基，其实在教会跟信徒的生命里面，我们的根基是透过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所建造完成的。如果按照圣经说，如果上帝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就会有印记，说什么？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一间教会，
如果这个人这间教会，他们以耶稣基督作为他们立定教会跟信徒生命的坚固的磐石，以耶稣基督作为榜样的时候，那么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就会让人看清楚，这是主所认识的教会，这是主所认识的云杰，这是主所认识的子安，这样懂了吗？如果你的生命里面没有耶稣基督，我在他身上我看到的是什么啊？是钱，是什么？是抱怨。我看到的是魔鬼，是撒旦。所以圣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如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上帝坚固的根基，叫做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我们的生命自然而然会让主认识你是属于他的人。这样懂了吗？所以基督徒为什么牧师时常讲说，你们代表的是大桥教会？你们不只是代表大桥教会，你们也代表着你们是属上帝的儿女，耶稣基督的儿女。所以你们的生命就必定要让人家怎么样？你们不只是让主认识你啊，你还可以让人认识你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是上帝的儿女。所以后面有一句话说，他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注意哦，这里告诉了我们，当我们主认识我们是属他的儿女，你们要晓得哦，我们称呼说主啊主啊，我们自然很多事情就会懂得怎么样做好事啊。所以他后面说总要离开不义。所以你看一个人，如果他明明有在去教会，他明明也认识主，可是他时常在做一些不好的习惯，他有一些不好的行为，你就可以看出他并不是时常称呼主名的人，因为他时常做不好的事情。这样懂了吗？所以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20节到21节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其实在大户人家，这个大户人家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全教会。教会里面呢，不但有金器银器，有那个宝贵的，有人的生命是真的很宝贵，但是里面呢也有木器瓦器，有做贵重的生命，也有做卑贱的生命。在圣经里面他讲到这个贵重的跟卑贱的差别在哪里？贵重的器皿就是怎么样，在上帝的手中有做什么器皿？嘉伟，做什么器皿？什么是贵重的？有用的器皿。但是如果卑贱的呢，代表什么？云姐你说，你用麦克风说，来，卑贱的是什么？是用处不大的，对不对？还有什么？最后一个让你讲，没有用处的器皿。那么牧师想要鼓励各位，我不晓得你是不是在教会是一个已经在教会好几年，你也时常存在着这种思维，认为我在教会，甚至不要说在教会，你在家里面，你在属上帝的国度里面，或者是说在这世上，你觉得你是一个没有用处的人。牧师要鼓励你，我期待你的生命能够看清楚，你要做一个贵重的器皿。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做出有用途的生命，那么我告诉你，我们的生命实际上会越活越自卑，越活越没有希望，也没有盼望。所以在我们今天所看到这段圣经节，你我在上帝的手中，我们只不过是器皿而已。这个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器皿不单单不能怎么样，你不要认为说我什么都不做，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金器，我是一个好的器皿，可以，你可以这么说。但是呢，在人的面前，人家都知道你根本就没什么用途。了解我的意思吗？你只不过在自夸，你以为你很有能力吗？但是你都不想要把它交给神，你也不想要奉献，你也不想要怎么样，在上帝的面前谦卑你自己，你只是想说，我就是有能力啊，我就是丰富啊，我就是怎么样啊，这种生命不是贵重的器皿，这种生命只不过是用处不大。所以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器皿是有贵重卑贱之分，但是分别在什么地方？在内在的品质啊。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你的内在生命要良好，你的内在生命要良好，也就是说，不要太在意外表啦。这个牧师有时常跟你们分享过，我过去在我车祸以前，我曾经有打算想要去
去怎样去刺青一下刺个十字架在我的这个颈部上面感觉还蛮酷炫，又可以吸引年轻朋友。但是当我出车祸以后，我发现我记得有一次我站在讲台上，然后在分享信息的时候，我的外观、我的形象却让有些年轻人他跌倒，所以我就开始在回想我的生命，我是注重我的外表，还是注重我的内在生命的改变跟成长？所以跟你旁边的朋友说，你要注重你的内在生命。要注重你的内在生命。我觉得每一个人都需要去好好注重自己的内在生命的品质。在圣经里面，我们最后在提摩太后书2章21节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什么？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注意自洁。什么叫自洁？你要自己要懂得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不应该做就不要做，这样懂不懂？这叫自洁。你自然就脱离了那个卑贱的事情。意思就是说，人会卑贱，往往是因为怎么样？是自己造成的啦，因为自己不想洁净嘛，对不对？所以牧师为什么鼓励各位，很多东西如果造成你们自己身体上的伤害或不健康的事情，你们就不要再去碰。所以呢，圣经里面说，如果我们做贵重的器皿，就会成为什么？成为圣洁。如果我们成为圣洁，自然就会怎么样？就合乎主所用，而且能够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生命的动作，也就是说，合乎什么所用？这个合乎主用圣经里面的原文的意思叫做更有用了。好，原先我们的生命就像是一个卑贱的器皿，好像没有什么用。可是呢，当我们能够自洁，开始过一个贵重生命的器皿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嘉伟，你觉得你现在高中了，有没有感觉跟国中有差别？有，什么差别？比国中还要忙。你看到的是外在事物，但是牧师期待你看到的是什么？当你在忙的当中，你会发现，我已经跟以前好像闲闲没事的感觉是怎么样？是还要充实啊，是还要感觉因为忙碌而不再去思考一些好像会让自己放纵的那种机会已经没有了。所以我觉得你要抓住那个机会，抓住那个不断让你生命能够提升自己的机会，也就是让自己更忙碌一些。但是我觉得牧师要鼓励各位，我们要时常安静下来。当你很忙很累的时候，学习安静下来，我们向神祷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忙碌跟闲暇之余，能够做一个怎么样充实的生命。英国管理大师韩蒂他写给你的21封信里面他是讲到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你是谁，比你什么，比你做什么更重要了。你要了解你是谁呀？了解我意思吗？云姐，你了解你是谁吗？不是那个名字哦。所谓了解你是谁，你要了解你的过去，你要了解你的生命经历。嘉伟，你也是啊。我们都要经历到，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是谁，你才能够知道你的做什么事情的重要性在哪里。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有些人他的情绪管理控管不太好，这种人最危险。曾经有一个报道就做个调查这个我们知道宾士的车它的零件也好，很多东西这个都比较耐用，对不对？可是有人做过统计宾士主管的配车，也就是说主管开宾士车的这些主管的配车他们的耗损率比较严重。为什么？你们觉得为什么？有没有人知道？因为这个主管脾气压力都比较大，所以呢，当他开到好车，他通常怎么样？油门都加比较大力做什么事情都怎么样？比较豪放一点所以呢，这个车子的耗损率比较严重。所以这个普遍也是可以让我们看出，当人在使用东西，或者是他在做事情的方面，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需要做很多管理。这个
意思就是说，马戏团里面的用语叫做说训练动物哈，然后牵着一匹马走，一边给糖，然后一边抽鞭。有人说我要管理这件事情，大部分很多人的管理都是抽鞭呐，有没有？我叫你做啥你就做啥，我叫你怎么样走你就怎么走。他认为这叫做管理啊，可是他忘记了，在管理的层面，我们看到马戏团，如果你要管理一只动物，他必须要怎么样？要给他糖啊，懂不懂？所以牧师有没有鼓励各位？我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我觉得我们不要怕人家吃，我们不要怕人家用，我们的教会要成为一个共享的教会。所以，如果我们要对教会做好的管理，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懂得什么叫做给糖吃啊。你在教会里面有没有享受到糖？子安，我相信你经历最多。你从旧的教会来到这种教会，哪一种环境对你来讲服侍起来最舒服？环境哦，我讲的是服侍的环境哦，哪一种？不是，一定会有差别。你骑的车，如果你现在骑的是50cc 的，跟你现在骑的车子，哪一种会比较舒服？一定有差别嘛？你现在骑的车是125的啊，你原本骑的车子是50cc 的啊。嘉伟，改天你开始有驾照了，你觉得你还会一直期待再去骑脚踏车吗？不可能。你一定会开始习惯骑机车很好，对不对？我要去哪里就去哪里。人的感官是绝对有差别的，因为硬体环境的改变一定会让人有一些不同。但是当我们在这种环境当中，我们是取决于我们是被这些来限制我们的服事吗？其实不然，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态度要一样。不管什么环境，我们一样都能怎么样？渴望神，而且热心的服侍神。但是环境会不会影响一个人？是会的。所以我们不可以否认它啦，懂不懂？刚刚牧师在问的时候，我说怎么可能会一样呢？我们不要否认，那叫做自我陶醉的否认。刚懂了吗？不要做这种事情，因为那是不同的环境，不可能是一样的。好，所以呢，牧师再简单再继续讲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在管理，我们认为管理的功课很重要，牧师会更期待大家更了解一件事情，叫领导。领导的功课叫做引导啦。领导就是引导，也就是说明示工作的方向。也就是说，我们不管是用东西也好，做什么事情也好，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方法跟明白的目标，知道怎么做管控。所以呢，有几个领导的原则。第一个就是走在前面带领。所以我们现在好像年轻人不多，对不对？以后如果年轻人有一些第一次来到我们大桥教会的年轻朋友，你们要不要去走在他们前面？要不要？嘉伟、云姐要不要？要嘛？你们要介绍他们啊！我告诉你，大桥教会的厕所在这边。礼拜2、礼拜4这个时间，垃圾车到了，我们一起去怎么样？去倒垃圾。当我们看到教会有哪些有需要，你是非常清楚的。我会走在前面去带领人来怎么样？来学习。这就是家。你在家里面，爸爸妈妈一定会告诉你，那个时间到了，你就帮爸爸弄一下，帮爸爸做什么事情，会不会？一定是这样。如果没有，牧师会鼓励你，你一定要开始学习这样的态度。因为当你未来你出社会、进入社会当中，老板不会期待用一个做事情每次都要老板说一个再做一个，说一个才做一个。如果我是老板，我要请一个自动自发，而且他会怎么样？我教过一次，他马上知道要怎么做第2次，甚至他还能够替我想到更好的方法。这才是一个永续经营而且好的领导者。所以呢，第一个走在前面。如果你不想要走在前面，说不要，我才不要走在前面，他扎细比较容易吃亏。我告诉你，你走在前面，你学习的会比别人更多。第二个，你要领导，要指挥。第三个就是过某种生活。
我觉得一个领导者，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目标啦，有一个期待。如果你觉得我带领一个团队，我没有一个目标，我不想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其实人家跟着你在走也是盲从啊，那叫盲从，不知道怎么跟你。所以呢，我们一起说，只有与自己的心灵相遇，才能够领导他人。我们一起念来，只有与自己的心灵相遇，才能领导他人。因为人如果要与自己的心灵相遇，面对面，我们一定要做这件事情。你如果没有跟自己对话，你没有办法知道你要怎么领导他人。譬如说，最近当有人告诉我，你这件事情应该要开始处理了，牧师就在想，我要怎么样去了解我们自家的管理是出了什么问题？是真的有问题吗？后来牧师就去研究了，我就去研究了解，发现原来问题出在这里，所以我就非常清楚知道我怎么去回复人家。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会取决于有人问我们问题，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说这个我不知道啦，你去问别人啦，我不管啦，这个你不要再问我了，烦死了。我们普遍的反应都是如此的好，所以这个时候牧师想要带大家做一个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世上遇到许多的苦难，当我们遇到与人的冲突的时候，求你让我们有智慧来向他反抗。当我在缺乏的时候，恳求你给我们力量去抢夺我们被人抢夺的事。当人对我们没有爱的时候，恳求你挪去他心中的爱，使他得不到那生命的祝福。奉主的名来祷告，阿们。你们有没有阿们啊？有没有阿们啊？你们还点头？你们还点头？你们没有觉得有问题吗？牧师祷告有没有问题啊？还是你们没有在听？牧师，你到底要讲多久啊？什么是阿们？很多时候在教会的基督徒，不管是台上的人在带领，他也认为他是在服侍神，在带领人来经历祷告，生命的祷告。底下的人他也听着说阿们，阿们。圣经里面阿们其实告诉我们，乃是用神的立场和眼光在看世界。如果我们的生命里面，你在被人带领当中，你的生命一直处在一个不愿意改变当中，那么你的生命是没有办法带来改变的祝福。阿们，在改变以前，你向神祷告；改变之后，你是透过神祈祷，如同基督的宗教礼仪所说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们。我们是靠着透过神我们来向神求，神必定为我预备。甚至祷告代表的意思是在彻底转化以前，你寻找一个跟其他东西一样的外在客体的神。可是呢，透过祷告，透过经历神之后，你会发现彻底转化改变之后，你会用上帝的立场和眼光去看待世界，看待一切事情。所以我不晓得你们怎么在经历你所认识的这份信仰。如果你时常是在用对立式的方法，那么你的生命时常是用二元对立的方式。什么叫做二元对立？二元对立的方式叫做彼此有关，但意义完全相反。嘉伟，如果你跟牧师彼此有没有关系？有。可是你的做法跟牧师的做法往往都是背道而驰的，这叫做二元对立啊，这样懂不懂？意思就是说，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二元对立层面。你明知道这个是好的，可是你偏偏走的路都是怎么样？都是错的。那我告诉你，这叫做对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影片，好，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影片。
我们从这一段影片里面可以看到，这只小狗它的在船上的这个主人有点像是什么？有点像是我们内在的自己啊，会告诉我们自己应该做什么本分，把那个饵料这个钓鱼的饵料守住，把我们应自己的东西先守住，因为这只鸟要来吃，对不对？所以说你不能吃，你不能吃，它跟它做抢夺，就好像什么？我们在守护着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可是从这个故事里面，动画故事里面你会发现，当这只狗它看到那个鸟，它有养育甚至祝福它的家庭的时候，它发现它刚刚所守护的东西竟然可以发挥救人的生命的时候，它就怎么样？它就让它去吃了。而且当它给它吃之后呢，这个鸟后来有没有叼了一些鱼回来？有没有？叼完这些鱼回来之后，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主人有没有？他就怎么样？他收其实我觉得我刚刚有讲这个主人就有点像是我们内在的自己。我们会为了怎么样？要守护，我们觉得我们的信仰里面不能随便怎么样？不能随便去给予，因为我们给予可能会放纵人家，而让我们守护的东西却成为什么？却成为没有办法祝福人。所以其实我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真的要学习怎么把我们的生命跳脱那个二元对立的方式，自然能够为你的生命，甚至为我们的教会带来更多无限的可能性。圣经里面提到，人在隐秘处当中要如何面对的生命。圣经里面这样说，我们一起来念来，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印下。好，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你想不想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想，因为怎么样？因为你必住在全能者的印下，意思就是说，那个全能者上帝，自然会让你的生命凡事都能够得力啊。所以我们是有上帝可以依靠的人，是非常有福气的。不仅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那永恒的盼望，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带来更多的祝福。
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今天我们带着期待与主你相遇的心，我们在主你的面前来向主你求，愿主你的生命能够不断的喂养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出在灵里面能够得着有盼望的生命。但我们需要与主你面对面以前，我们需要看清楚我们生命里面的破口，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心灵要如何面对我们自己的老我。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神你所喜悦的样式。我们需要能够更明白认识自己，我们才有办法带着祝福在别人身上。主啊，谢谢你再次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也为我们预备更多丰盛的产业。向你献上祈求、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再一次来向主呼求，愿神耶稣基督的生命能够彰显神的荣耀的生命，也同样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在神的当中，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都能够过着荣耀神的生命。我愿全心荣耀耶稣，放弃依靠我自己的骄傲。你的祝福无法测度，靠你能力我能胜过世界。而我不再看我所有成就如同手中珍宝，一切奖赏都不能够与你的恩典相比。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生命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是你我主。我愿全心荣耀耶稣，因你恩典是我的新生命。你的怜悯触摸我心，你慈爱为我的软弱效力。而我这一生别无所求，只愿更认识你。与我的主恩典相比，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是你我主。主啊，你是我们的神，我们不仅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依靠神做一个合用的器皿，做一个尊贵的器皿。主啊，当我们尊主为大，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要以主为我们生命的宝座的主，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不断活出主的盼望。耶稣基督，我的依靠，
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我的源头，我的源头，我的盼望，是你我主。谢谢主，愿你成为我们生命的源头，成为我们生命盼望的主宰，掌管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学习用生命来回应主你的呼召。感谢主，让我们今天一起透过敬拜，一起领受神你的话语，来经历生命的智慧，赐福我们，造就我们的生命。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阿们。我们在每周六的同一时间6点半到7点半，欢迎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同心的来敬拜我们的神。愿大家平安。